足久进前的一个春天，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家己伫树林内底佚佗，看到一只碰鼠，就叫碰鼠耍；佮看到一只鸟仔，就插着学鸟仔飞。有时啊，跍伫涂骹看狗遐搬食食。若是伊喙焦，腹肚枵啊，下挽刺泡，还是树仔顶的果子来食。伊四界走，四界跳，足乐强。等甲忝啊，想要转去的时阵，才发觉已经找无路啊。伊伫树林内踅来踅去，还是找袂着转去的路。这个时阵，天色慢慢啊暗落来，路嘛愈来愈看袂清楚。好佳在，花金菇伫四界闪闪烁，闪闪烁。月娘甲天星嘛甲伊做伴。查某囡仔真勇敢，相信日头若出来，就会当行向转去的路。伊做伊稳心仔行，竟然发现一个大大的树仔坑，就安安心心困伫内底。毋知困偌久，查某囡仔听到一寡声音，目睭铁开，就看到一群头顶渐渐无爱的小精灵，快快乐乐围一个圆箍仔，咧唱歌，咧跳舞。查某囡仔偌尔啊惊喜，看因一忍一忍跳舞，一遍一遍唱歌。过一阵仔，小精灵轻轻脚脚行入去树林，有诶停落来，对身边诶花蕊稀稀疏疏讲细声话，有诶紧骹紧手伫草坡内穿梭，经过诶所在流落来一粒一粒通光佮金丝丝诶露水，伫月光下闪诶闪诶。过一阵仔，因才一个一个慢慢啊行转去湖边，万莲叶包一寡物件卷好好，坐伫草仔顶开始食。小精灵骹手真紧开，查某囡仔看无到底是啥物卷伫内底。第二天透早，日头照入去树坑内，查某囡仔目睭缩缩咧，精神啊！伊看到头前无偌远遐，有一窟碧绿的湖，湖面顶的莲叶对风轻轻摇过来，摇过去，亲像梦中共款。草仔顶阁有一个莲叶馆，伊斟酌注意，甲捡起来，心内摇，到底是啥物秘密卷伫内底？敢是透早的露水，还是昨暝吹过的凉风？是四脚仔咕咕的叫声，还是清涌涌的湖水啊？查某囡仔咬一喙，有春天的滋味真好食，豆豆仔食，韵韵仔啵。眼前一道影闪过，伊知影是小精灵，伊会记起小精灵帽仔尖尖。搁一摆闪过，查某囡仔随跃去，搁闪，搁跃。拍拼着，拍拼着，无偌久，跃出
树林外，一离开树林，小精灵无搁出现啊。查某囡仔嘛找着转去厝的路。故事内底连续讲，伫一日米文创协会出版的《四季主题歌》有食谱，嘛有配一条好听的歌。歌曲的电子档伫个影片的下骹会使买，实体的 CD 主题册链接嘛伫下骹，欢迎做伙食哦。